相信讲到绿光剧团，大家一定会想到因上知名的作品《灵感条件》系列。这届《灵感条件6》，未来的主人翁也重新展开全台的巡回演出，将要伫11月27号、28号来到台南。这届也配合文化中心36岁的生日，将上尾一场安排伫台南。剧团的成员也伫执行长李永峰甲导演吴念真的带领之下，来到台南举办宣传记者会，也趁机会表达对台南的感谢。台南的观众很特别，他都是在一个礼拜前票才买掉，那所以我这次要提醒，因为我剩下200多个名额，那就是请大家来看，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也没时间加演，anyway， 不管今天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几位我们团队的代表人，第一次来跟我们谢谢我们台南民众的致意，也共同为表演艺术这一块，希望我们这个文化古都在表演艺术里头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是这个代表来谢谢韦哲市长对我们这个整个绿光经历武汉肺炎跟火灾之后对我们的全力支持。所以这也是一个跟不同世代沟通的一个戏，我觉得非常成功所以我们在演的时候，其实现在演出我都觉得是 plus 整个的表演更上一层楼是我们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戏。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沟通两代之间可以更沟通，政党跟政党之间可以更沟通，邻居跟邻居之间也可以更沟通。这样，我觉得，唯有整个社会、家庭、世代都是和谐的时候，我们就有前进的力量，就所有东西就不用畏惧，而且我们会比较有信心。那人间条件6其实是我最大的一个尝试，是都已经快70岁的老人家，我跳到30、40岁的40、50岁这一群人的心理上去看他们所将面临的问题。宣传记者会中，市长黄伟哲甲台南在地议员也拢特别出席收听，鼓励市民莫错过这场精彩的演出。谢谢吴导演对于南部艺术的一个艺文活动的重视，也感谢绿光剧团长久以来在台湾各地播种开花结果。那虽然碰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想说，诚如人间条件一样，人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这个体验在绿光剧团，也体验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其实绿光剧团加油！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定是绿光剧团最好的伙伴，也是后盾，也是将来会再持续的跟绿光剧团深化、广化进一步的合作。灵感条件6的剧情探讨无同世代之间的关系，加上侪优秀的演员加入，一直以来拢非常受到欢迎。所以台南3场的演出票也无剩偌济，想要进场看戏的民众嘛要赶紧下步来买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